再来看卫生福利部今年5月预告要修订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适用的对象要来新增加同性的卡布、佮未婚的女性，佮有代理孕母三大族群。也毋过有妇女团体是反对。早起伊嘛开记者会来公布上新的民调，讲有9成的民众认为这个草案无够斟酌，有7成3的民众是反对代理孕母合法。人工生殖草案。 考量步骤，来自全国妇女团体代表，早早起召开记者会，反对代理孕母合法化。因为卫福部今年5月有告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将适用对象由即卖以异性不孕症翁仔某扩大到新增同性配偶、未婚单身女性、甲代理孕母等三大族群。也毋过，上新民调所显示，有7成3的民众无同意代理孕母合法化。 你今天代孕，就是把你生产的风险给另外一个女生，让她来承担，所以说这个是不应该的。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约9成民众认为草案无完整考虑到各个面向，而且有7成3的民众无同意单身甲同性伴侣会当使用完整精卵人工生殖。 考虑到多元性别以及多元家庭的需求那事实上我们的既有的人工生殖技术本来就应该要立即的开放给单身者以及女同志。台湾自诩为司法业有成功率很高的国家，那对于这一块，其实人工生殖法修订是秉持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实在是不应该去反对，包括法律、儿童权利，还有这个生殖医学跟相关的专家正在讨论当中。对此，卫福部国健署强调，尊重各界的意见，已经召开3摆专家会议，会将有顾忌所接到的正反意见凝聚共识，才送入行政院审议，目前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